最近啊，这中配参政权真侪人咧讨论，国民党党团提案要修国执法，要放松中配来台湾参政的权利。今仔日伫立法院成功复位审查，但是对这款的进度咧，咱总统赖清德有伊的看法，咱来听看卖啊。一旦修法成功，只不过是增加社会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新住民会增加疑虑而已。 这对整个台湾社会的和谐是没有进步的，因此目前在讨论的国基法这些行为跟言论，其实都是多余的，没有必要。我希望立法院目前热衷于推动国基法修法的人士、立法委员都能够要三思。 所以咱会当听到啊，赖总统讲得真清楚，这无必要去修嘛。你一修啊，就等于免除了中国新住民对咱中华民国的忠诚责任嘛。所以赖总统希望哪位会当三思，这一旦修法成功，对整个台湾社会并无任何的帮助啊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